请走啊！咱得着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伊若求叫耶和华的，耶和华甲因亲近，就是亲近遐的声色，求叫伊的。这是咱三甲来吟圣诗第22首《主上帝正手》。请咱起立。因转手，主上帝正手，你分勇敢下地，向主一个光明。勇敢进出，进出爱应该。
请咱三个犹原徛伫咱共同来告别咱的信仰，书读圣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西路玛利亚出世，伫本都彼拉多殿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伫死人中复活上天，他做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是共同的教会，信徒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咱来听启文第34篇，诗篇146篇。着称赞上主，我的心啊！着称赞上主，我一生要称赞上主。我每日拢要唱歌称赞我的上帝。毋通我靠君王，毋通我靠会死的人，因为当当帮赞，因一个断开就归头。靠雅各的上帝帮助的人真有福气。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的万物。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上主讨帮受关工的人，上主看见，上主扶持受压制的人，上主疼惜的人，上主保护出外的人，伊扶持孤儿寡妇。上主为永远做王，是安那对上帝，要称赞上主。阿门。咱即时来三甲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伫今仔日是你的圣日，嘛是阮侪侪朋友伫今仔日要受洗日，因要诚侪你的囝儿。伫遮，阮要将你施恩予阮，互阮伫遮同时往你来祈祷的时，求你将你的恩惠、仁爱，搁予阮。也予阮每一个人感谢你创造阮、保护阮、友饲阮，来救赎阮每一个人性命。阮除了感谢，咱爱用咱的嘴来学乐你的名，伫咱的生活当中来显出你的价值，甲你的恩典，互阮知，阮每一个人是你所创造的。伫阮的身躯顶面欠缺，需要你来保守的，互阮有一个健全的心智、清气的内心、快乐的精神，互阮会得到侪侪的恩典甲礼物。尤其伫教会当中，我要来听厝边，敢若亲像家己。来照你的福音来兴起一切事工，伫阮劳动的时来坚固阮，伫阮困难的时来引带阮，伫阮危险的时来拯救阮，伫阮忧苦的时需要安慰时，你教阮三甲伫咧。阮将今仔日咱早时时伫遮的组织，听你的话语。一切拢交伫主的你的顶面，互阮有侪侪看到。因为互阮无欠缺时，阮就知你是阮的主。阮安尼切切恳求，完全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
这时咱来三个来看咱今仔日的经文，伫出埃及记第16章，16章的第4节到第8节。圣经安尼讲，耶和华对摩西讲：看，我要对天落命令予恁，百姓就出去。逐日扣逐日的夜，我通试验因，看因要趁我的法度验毋。到第6日，因就将所扣入来的备办好势，比逐日所扣的增倍多。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讲：到伫下远，恁要知带恁出埃及地是耶和华。明早时，恁要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因为耶和华听见恁哀怨伊。阮算什么？恁竟然哀怨阮？摩西佫讲：耶和华下远时要互恁食肉，早时时要互恁食饼到饱，因为恁哀怨耶和华，伊拢听见。阮算什么？恁毋是哀怨阮，是哀怨耶和华。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过去行的人。这时，我们来学乐，咱的青年今仔要学乐救赎的恩典，请。
进度，今仔日，但克安牧师要讲的题目是上帝是我随时的帮站，请牧师。所敬敬兄弟姐妹大家平安。请咱坐咧对坐咧边仔的人讲，上帝是咱随时的帮站。咱咧读这个旧约圣经，特别是这个出埃及记的时阵，牧师一个建议，都要邀请圣神点伫阮的这个心中，互咱有这个真智性的想象力，通进入到这个圣经的处境。来先，想要问大家讲，咱捌伫上帝面头前恬静落来，问一个问题：讲主啊，你要引带我一生去倒落？咱要用心来观察无？咱敢知影讲上帝怎样对天顶来看你，来观察你？你敢放心将家己一切交托给上帝？逐日，你敢相信讲上帝要甲你负责任？要来满足你的需要，毋是满足你的想要得物件。常常牧师伫读圣经的时阵，不只去想起一寡事实的代志，较真实的代志。比如讲，你想讲上帝，你引带以色列百姓离开这个埃及，到伫旷野这个所在，你目的是做甚物？上帝，你敢看这以色列百姓，好亲像这个阿亚米同款，伫你的手中来佚佗甚？挑工伫因的面头前显明你的伟大，行你的神迹，互因通过这个物件来敬拜你，是这个意思嘛？也就是讲，上帝，你本身看以色列百姓，你有真大期待，也同款。你对阮遮属于你的百姓，徛起伫台湾这个处境，伫这个空间，你有你家己的期待。点菜安尼三思的时阵，才知影讲上帝你用心实在是非常细致。期待通过这个环境的改变，甲听候这个时间，会当恢复以色列百姓原来。伊怎样徛起伫上帝面头前，迄个款式，咱会共款。上帝对伫你我非常用心来塑造你，成做伊所期待迄个款式。咱会当继续想象看觅，以色列百姓徛起伫埃及这个所在超过400年。咱想象看觅，400年会当转变一个人、一个民族到一个什么款的程度啊？莫会讲18年，一年就好啊啦。93、94牧师甲牧师娘捌伫英国徛起，伫即个白人的庄骹，伫迄个所在生活15个月。伫迄个所在，无其他的台湾人，无其他的中国人，我敢若拄着一个黑人，其他200外人，这个会友拢是白人。因为讲话款式，伊迄个英国腔口的即种英文，伫我毋知的环境过程中间，进入到我家己心内面。当我倒转来时阵，经过差不多10几年，有一个人对遐出来。有一日到伫总会访问，伊就问讲：你是毋是捌去过迄个所在？我讲是。啊，你是怎样知？伊听讲你的英文好亲像我故乡话共款。一年中间就到个，会当转变你规人的心思意念。想想看觅400年。
埃及人的心思意念、风俗习惯，埃及人的宗教行为，早就变成做一个埃及的款式。因迄个时阵也未起做对伫耶和华上帝敬拜的即种习惯，对因来讲，耶和华上帝实在是足清楚的啦。咱来讲，这个规个拯救的计划，完全是上帝伊本身主动的出手，行这个神迹。咱认为讲啊，红海过了以后，以色列百姓甲上帝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非常顺遂才对啊。无咯，冲突才开始，真正对付甲操练才开始。咱认为讲，咱领说了后，一切拢顺遂，无咯，冲突才开始。咱变成做基督徒，迄外口款式真简单啦。总是内底迄个思想，内底迄个价值，上帝要通过一个非常奇怪的环境，甲咱震动，将这物件无舒服啊，上帝心思拢淡掉。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咱是毋真痛苦，啊无好势就好，啊太好势，感觉毋拄着困难，咱知影讲，这是上帝要对你讲话，是安怎我都爱出名。是安怎？逐项代志拢都爱我来做，是安怎？较袂晓其他人做，是安怎？通过这个环境中间出现这问题，这你真正是拄啊行伫你属灵的旷野。原来兄弟姊妹，军队走这条路是充满危机的一条路。一方面，咱体会着上帝对你的疼甲拯救；一方面，咱真正要来回应对上帝的威信。安尼伫卫生的中间，咱伫这个属灵的旷野中间，才知影讲圣神爱对你讲，这物件你都要放下，这物件你都要放下。这个心思依然我无爱。伫这个过程中间，咱真无爽快，对无？咱真感觉真艰苦，是吗？这就是答案啦，这就是咱爱行的路啦，兄弟姊妹。咱看见这样代志，就要心内顶感谢上帝。到一项，伫困境中间，咱来学习操练。我靠主，我靠上帝是随时咱的帮助。总是这讲是真简单，甲主同行，毋那是讲一种意志上的行动，更加是生活顶面的经验。伫这个经验中间，咱无爽快啦。过去以色列百姓看上帝是对付埃及人，因徛伫边啊，因就问讲啊，咱的上帝真正伟大，这里我上帝，我即马要跟伊行，伊足厉害哦。啊，但即马改变了，这个上帝开始要对付以色列百姓，信主了后，这个上帝开直接对伫我主上帝，你开安尼。上帝和以色列百姓学习的头一项功课是军队分调甲协调，分调甲协调拢无讲话。分调协调本是一个 sign， 请教大家，军队分调甲协调简单无？无简单啊！伊叮当，遮个人就牵线，伊若动。因遐个就动，咱完全我靠一个信心，伫即个毋知诶什么所在路，咱军队来行；伫毋捌诶所在，咱会当勇敢来信赖伊。这是学习头一项功课啦。第二，上帝因带因经过即个马拉，第15章中啊，马拉是什么所在？无水，然后有水是苦诶，袂当啉。你若啉的是腹肚会痛，然后到伫16章时阵，带因到伫信这个旷野，哇！这个埋怨的声愈来愈严重，因为一个月半时间，因对伫埃及所带出来这食物件拢无食，食了了，
到伫神这个所在，因开始对伫摩西亚伦发出埋怨，讲哦，宁可阮死伫埃及这个所在，宁可阮缀这以色列埃及百姓死伫耶和华上帝手下。向当时也有肉会当食，有火锅会当食，带阮到这个所在，是要叫阮死伫这个所在吗？摩西甲亚伦也未毋知要安怎来应答的时阵，要我上帝的回应，咱就是讲，因应该是非常强才对，无。反正是非常的细致温柔，诚紧。伊通过摩西，就对因讲吼，恁着照逐人所以当食的量来摕，出去外口布片外口，照逐人的业来摕，一人一份这个俄梅尔。以色列就照安尼行，有的捡真多，有人捡无够额，总是因是去捡，去量的是耶和华上帝。捡多嘛无剩，捡无够嘛无欠。这真正是真奇怪。咱认为讲以色列百姓会当照耶和华上帝所讲去行吗？无啦。咱想想看觅，咱坐即个所在，检测200到250个。中昼时阵，咱安排即个爱餐，咱就发讲，较顶排队吼，咱排即个2条线，即边对遮行，迄边对遮行，照你分量当摕当食，大家照安尼行吗？大部分是安尼，少数的无安尼行，因为看了今仔日这个爱餐吼，真正是有够胖，腹肚实在有够枵啊！谁知影你枵偌济？无人知。咱照家己的分量摕，总是有人摕较多，有人甚至要摕较多，甚至到暗顿来继续食。这敢若是200多人，咱想看觅1万人，咱想看觅10万人，莫想200多人。谁知你是什么人？赶紧摕哦！这是头一回看见这个白色的、圆圆的玛纳，这是什么物件？赶紧摕！老早就袂记这上帝所讲的话啦。照你的业来摕，你的分量来摕，你若摕多哦，到明仔载的时阵嘛无去啊。到伫拜六的时阵，拜五的暗顿，都要摕2倍、3倍的分量。因遐人嘛同款，摕真多。拜五暗时，拜六个早起，就无去啊。想要走去摕。无啊！这要我上帝所讲的话，真正是安尼呢。拜六早起是就无去啊呢。好，你甲知，我拜五透早摕三日的分量，到伫礼拜日的时阵，就照犹太人的规矩是头一日，伊拍开伊所摕较低分量无去啊，还是讲烂去啊？以色列百姓伫迄个所在学习，什么是？军队顺从耶和华上帝话的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咱要来学习，兄弟姊妹，咱要学习是，咱去捡，总是牛是耶和华上帝牛，伊真知影讲，什么代志需要是对你我是符合，其实是无够。无路用的啦，所以你兄弟姊妹，头一项以色列百姓对这个所在、对对象学习，仰望到伫天顶，行这个天路，
是对对象的方式，超越对象即种的生活的款式，到伫天顶的方式。那grund底上帝的话就是照上帝话来行，咱就是行伫天顶的方式。好亲像伫对象共款，也行伫即个天顶。咱也无习惯，以后咱也嘛无习惯伫天堂来生活，家体嘛无剩，体无够格欠客，上帝甲你补足。咱做伙讲阿免。第二项，咱来学习对基督中间来领受上帝的供给甲帮助。咱知影讲，以色列百姓甲摩西的关系吼，以色列百姓甲摩西甲上帝的关系最大无相像的所在是，以色列百姓毋知影祈祷，拄到什么困难的时阵，就随时来发现地，照因家己的本事埋怨摩西亚伦因学习祈祷。当然，咱搁一遍知影讲，耶和华上帝对因来讲非常清楚，因为关系起做伫非常薄，非常即个浅的基础，即个关系要无够格会当支持因处理困难的环境。咱今仔日有领水的，无毋对，领水的本身是一个身份的确认转变。咱啊，侪人啊，对细汉时阵，足习惯活伫基督徒的家庭，总是身份的改变，无拄咱内面已经完全的改变。头一项，伫这个身份改变，互咱明白，咱甲上帝有新的地位嘅关系，就是爸囝之间的关系。对以色列百姓来讲，检测因犹原维持徛起伫埃及迄个所在，对伫敬拜遐个偶像关系。牵线到敬拜耶和华上帝，敢若名改变共款啦，敢若即个名改变，总是内底崇拜即个性质无改变。对耶和华上帝，好亲像一种投机主义、利益主义共款。我若对你好，你就对我好；我若行歹时阵，我足惊你，所以我都要找办法，都来闪避你的刑罚。这种的关系对上帝来讲，咱感觉安怎？耶稣伊本身就宣告讲：我要成做你的老爸，你要成做我的囝儿。问看嘛，一个，敢有这种老爸嘛？翘工徛起伫囝地面头前，来显明你的权威，显明你的这种的厉害。我敢若有一个细囝，22岁，身材不加管，生了真水，比牧师搁较水。伊即马是久久足哈尼啊转来，伊若倒来时阵，就变成做爸爸妈妈甲细囝的关系。伊倒伫迄个眠床伫困休困，我若困我做爸爸的，久久无看到囝，想想看嘛，我会做啥物款的动作？我会伸手摸伊的面，伊也伸手摸我的手，阮彼此之间有这种非常亲密的关系。伊无讲话叫我讨什么物件。是我做老爸主动直问讲囝，读册会忝袂？也有女朋友无？是我主动。伊嘛足爱伊的妈妈，伸手甲摸伊的面，用手牵伊的目睭，甲妈妈讲：啊，你休困的，啊，你确定着要倒转到台北？我是做爸爸，自然地生出迄种的心情出来。咱所信靠的上帝，兼袂安尼生。
那确实讲，我的囝对我来讲是非常尊重、真严肃。安尼无感情啦，安尼无喜乐。咱来看上帝，伊是怎样的讲？咱做来读这个非常水的经文，好无？因为恁毋是受到奴仆的神，到底惊吓，就是受到设立做囝的神。对安尼，咱叫讲阿爸爸，信是家己甲咱的神三角干净，咱做上帝囝。以色列百姓被受引带离开埃及，到伫迄个所在，就是讲要来离开恁古早用迄种的投机的意思，还是另一个注意起来想象你所想的上帝，总是上帝讲，我毋是即种上帝啦。你毋通爱摕物件的时阵，才来找我。你嘛会当到伫我的面头前，敢若非常单纯讲爸。上帝讲怎样啦？你就讲无啦，无啦来我遮怎样？都想要甲你亲近我啦，我要表达对你的疼。咱的上帝敢会拒绝？无咯。圣经中间内底足多的所在的祈祷，比如讲四福音中间、福音书中间所写的，遐物件的祈祷的内容。无毋对，是有祈求。总是你去看诗篇，其他的经文中间，诗人对着上帝所表达的祈祷无相像，是非常亲密的，非常有感情的，非常有疼心的。就算讲伫痛苦中间，我若甘愿抱伫这个上帝面头前讲，上帝，我的心足痛苦，我也毋知要对你讲什么。看其他人拢离开我毋知。咱知影讲，伫旷野中间，上帝调工，或者以色列百姓来调整因的祈祷的内容、甲动机、甲态度，咱会受伤。咱真做基督徒，无主动，咱内底非常清气、非常单纯啦。咱变成做非常复杂的。咱的环境，但是说去受这物件，不是注入。最拢无符合上帝这种的想法，总是咱一辈实在是疼惜咱的上帝，伊好亲像老爸同款，伊爱咱近我伊，毋是单纯有啥物目的，敢若单纯讲主上帝，我要想要来近我你，顺你的手望我的面，顺你的手望我的心，顺你的手将我怀抱。伫你的心上，互我会当享受你有我迄种的感觉。这种关系是真密的。那做上帝囝，毋捌体会到这种亲密的关系，赶紧改变你我祈祷的态度。第二项。因为关系，这个确实就改变咱的祈祷，就排除主动咱祈祷的行为。咱知影讲，以色列百姓中间用这种无符合上帝态度、动机来祈求的时阵，上帝小可爱改变。这个改变有一个非常有一个前提，就要放下家己的自高，就要谦卑伫主的上帝。有一个经文安尼讲，所以。就家己谦卑伫上帝大开来手的，互伊到时高升恁因凡所看入的交付伊，因为伊关心伫你。咱会看入，伊早就知，因为伊就是咱的上帝，主动地关心伫咱。伫旷野的中间。咱开始改变咱的祈祷行为，上帝用这个环境中间来训练以色列百姓对着伊的态度。咱的上帝已经甚至将伊家己的独生囝放杀，来献互咱，
减袂将万米，甲伊家己白白享受互咱嘛。所以伫旷野中间着学习，毋通烦恼，都要学习来交托。这是第二项，咱伫即个上帝面头前来学习祈祷的态度的调整。第三，咱伫困境中间学习来知足。人伫什么代志，拢有的时阵，袂晓学习知足，伊也毋免去学习这项代志，因为伊已经习惯。我逐项拢有啊，所以挑工将以色列百姓牵线到伫旷野，互因逐项拢无拢欠缺时阵，这个知足这个功课才走出来。伫即个学习知足中间，咱学习一项代志，伊无应允提供咱想要摕的一切，有无？咱足侪人心内伫想讲，我想要摕即个物件，我想要到伫迄个程度，我想要用迄个身份来服侍上帝。伊无应允这一切会当行，总是伊确实应允要来满足咱的需要。每一个人的需要，每一个人无相像。这项代志对我是需要，都是对你也无到底需要程度。若是需要时阵，上帝的确会来满足咱。总是需要是想要摕迄物件是着无拄拄啊，因为满足迄项代志，检测颠倒，互你会跋倒，颠倒生出迄个骄傲心。所以，都爱不时点到走伫上帝面头前来澄清讲主，我这个想法敢符合你的意思，我真正是需要啦。总是伫这个过程中间，上帝讲万请你，时也未到，真正是时也未到。彼得伫这个提比利亚海、加利利海的时阵，经过了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是伊无法度想象的，伊是非常有经验的掠鱼的一个人，总是伊顺服这个耶稣的话讲，将船刷到迄个深的所在，然后这鱼掠了足多。咱看见这个彼得头一个动作，拍摆伫耶稣面头前讲主啊，我是罪人，请你离开我。这是头一个彼得看出伊无够业。人伫旷野中间都要学习这项代志。你所无够业所在，这个上帝知影，总是更较重要是讲，你怎样看家己？彼得讲：“我是罪人，我就喊你看见人伫上帝面头前去证明讲我是罪人。咱常常颠倒伫面头前，非常会大声讲证明讲主上帝，我用心用力用这个感情来甲你服侍。咱都想要证明我真厉害。”总是咱看见彼得受耶稣讲，你的命要来改变，要成做石盘。总是伊也无伫迄时随时成做上帝要应用的器具，伊也未成熟。佮经过3冬了后，彼得颠倒跋倒。咱认为讲行了3年，应该是非常厉害、非常坚强的信心。逐日军队主耶稣看见伊神迹，听见伊的教示才对。咱也共款徛起这个桃园教会，真对信徒10年、20年，我真有经验。总是到落尾时阵，我跋倒啊！甲耶稣所讲，伊会成做石盘，这个距离知影多。你叛徒呢？你叛徒呢？
咱将耶稣的这个名侮辱去啊！所以足见效，敢是闪避，到伫提比利亚海继续讨戏，咱的主出现，以迄个石盘，迄个名的命运，伫迄日开始。到日耶稣离开了后，圣神降临，圣神充满伫彼得甲其他门徒的心就因遐人诚做上帝要应用的器具，才显明出来。哈利路亚！兄弟姊妹，伫这个过程中间，因也行过伊的旷野。咱信主了后，受圣神引带到咱家己属灵的旷野。咱的身份、咱的传统、咱的经验，拢无拄拄代表符合上帝你的意思，要诚做你所用的门徒啦。咱检测，行到一个坎站，咱跋倒啊！内面有足侪物件，我讲这是野草、杂草，都要办掉。道讲是不足不满，咱就会讲啊，上帝，你对我无好，你要将上好的予我。咱亲像以色列百姓共款，行伫咱家己的旷野中间，来发出这个埋怨，总是正确信仰是上帝，你予我的，是对我最好的。就算讲我对伊无清楚，咱实在爱讲，上帝予咱已经是够额。总是咱伫迄个所在，常常是无清楚，毋是上帝无清楚，是我无清楚。因我无清楚，我都要想办法，互我清楚。我都要更加需要时间来谦卑，都要点正。第二项，以色列百姓共款伫旷野中间会行行，当然。共款会行行，这个行行也嘛会当阻挡咱对上帝倚靠。是什么意思？讲你错过这个信仰是上帝，伊袂当看顾我，还是讲上帝伊无法度了解我的心？总是正确信仰是上帝，甲你同在，所以无得惊。总是讲了是真轻松啊！总是这个过程中间要知影去经验到上帝讲无得惊，这需要时间，啊需要经验。第三项要求啦，要求最常常出现伫咱的信仰过程中间，认为讲上帝你袂当满足我的需要。啊，正确信念是上帝满足咱的需要。兄弟姊妹，期待咱行伫咱家己的属灵的旷野时阵，那走出这一寡物件时阵，毋通烦恼，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咱毋是一时啊知影上帝伊的本性，咱亲像以色列百姓共款。对这个无信主的空间环境离开，到伫这个旷野，的确需要一个非常长的时间来操练。所以耶稣讲，有人伫头前，落尾变做后壁；有人伫后壁变叫做伫头前。意思是安怎？意思是讲，有的人伊知影去。想象，伊知影讲要安怎来排除内面迄个物件，伊真紧走伫往即个耶稣面头前真侪来悔改，讲主啊，我着爱改变。咱的改变悔改，毋是伫即个领水的即时那尔，无即只打开始了，就不时着爱改变你的态度，迄只是反悔，即个悔改。悔改意思即个观念改变，态度改变。价值观改变，目标人生的目标改变，这个一时啊一时啊
不是来转变调整，拢来用一生的时间。总是伫这个过程中间，上帝的调整你的时阵，你会艰苦心啦。所以伫艰苦心的时阵，你都要更加感谢上帝谦卑，因为遐物件对咱拢是好的。所以上帝用40年，才稳准这个人进入到应许的所在。刚到煞时阵，倒转去时阵，暗时祈祷的时阵，是毋是会当问你一个的问题啊嘛？伫上帝被通知讲，主啊，我伫旷野，即嘛是第几年啊？我一定清气也无，我一定离开这个旷野生活也无。去问一个问题好无？将上帝话。跟我你家己真实的你，真实的灵魂，亲自对你来讲话。咱三个阿头祈祷，爸，我感谢你，古早的代志继续发生伫这个时阵的我拢亲像古早以色列百姓共款，伫属灵旷野中间。共款发出埋怨的声、忧愁的声、惊吓的声，总是你已经讲出无得惊，你随时将做阮的帮站。主啊，伫理智上阮知影，伫意志顶面阮知，总是伫生活实际生活的这个经验，阮也阁欠缺，求你帮站。奉主耶稣基督名祈祷，阿门。即是咱来唱圣诗，要洗礼啊！即摆唱的圣诗是第354首，咱人即言大罪出世。请起来。请坐。这个时阵，要来举行新人的洗礼，要来请李仁智、邱心怡、郑雨彤、陈春玲
郭玉娇、徐景前、王德轩，请到前面。阮得到帮助是我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遐日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各活了后，也未就天的大声有得讲：天顶地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办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说咧，互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命令恁的，着教示因来遵守。过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伫五旬节的时，彼得传福音，对听伊的人有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名领洗礼，到互恁的罪赦免，佮要受圣神的手术，用阮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一个拢总远的人，就是既然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当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佮受洗礼。但我也要安尼对恁讲，恁着亲信。恁若真实回来悔改，个别恁的信仰，佮伫伊的名来领洗礼，即个圣礼典就要诚侪恁的罪得到水清气的记号甲印证，佮表明对圣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请会众来起立，咱做伙来读四读圣经。创造天地主宰，我是神所基督，上帝都是囝，伊对主，伊对圣神投胎，弟弟在斯鲁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答应是个死败状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各我就天，当这日转你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讲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相通，罪赦免，肉体各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李仁纯、邱心怡、郑雨桐、陈纯玲、郭玉娇、许景前、黄德轩，答恁要领受洗礼，恁着伫上帝甲正道面头前，个别恁的信仰来应答我所要问的问题。头一项，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恁着我靠上帝恩典，尽力互使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道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这个时阵，咱一个一个来举行洗礼。二人子，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上帝的名。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一尽诚成。佮愿你的心、甲魂、甲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险。阿门。
求医生，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白囝信心上帝的名。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一尽正心，佮愿你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阿门。郑雨桐，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白囝信心上帝的名。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一尽正心，佮愿你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阿门。陈春玲，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白囝信心上帝的名。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一尽正心，佮愿你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阿门。郭一朝，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白囝信心上帝的名。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一尽正心，佮愿你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阿门。徐前进，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白囝信心上帝的名。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一尽正心，佮愿你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阿门。黄德轩，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白囝信心上帝的名。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一尽正心，佮愿你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阿门。会众请起立。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外靠教会头，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桃园教会小会官兵接纳恁，诚做陪产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信约稳定。阿门。做伙来祈祷，全力拜上帝感谢你，遐尼大恩典，用这个圣礼典来接纳你的囝儿。人质、心仪、玉同、纯灵、玉娇、前景前的先，因这切人，通过你信心的感动降落伫因心中，也用恩典来赏赐予因，互因通过这个圣礼典结连伫基督，得到主的充满。但阮的主上帝啊，互因当伊拄着试炼的时阵，求你保护因。互因会晓精进信仰好精进，愿你开力扶持因的软弱，保守因安稳伫你的疼，搁互因一世人通服侍你。愿的主上帝，求你互阮逐人对今日参加这个圣礼典了后，搁一遍来了解洗礼意义，就是求你来赦免阮，因为阮捌离开你的道路，地到阮亏欠。领受洗礼恩典，但求你互阮完全通反悔，因传阮倒转来归伫你，对答以后尽忠最烈了卜。愿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会众请坐，咱先请这个受洗礼的人先倒顶去坐，咱敲定做伙来握手来这个接纳。
请先回去做。到这个时阵，要继续来举行细囝的洗礼，来请彩杰爸爸妈妈。有人带细囝就近耶稣，想要互伊摸，学生就接鼻音。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甲学生讲：用阮细囝来就近我，无得禁因，因为伫上帝国是这号人。我实在甲恁讲，既若接受上帝国，无亲像细囝，决断袂得入去，就抱因。甲因欢手祝福因。虽然这个时阵世界无明白这个代志，耶稣所应允的也要归伫因。因是稳定的约的好的，上帝通过洗礼来引传因成做上帝家来的囝儿，互因归伫基督来做因的百姓。所以伫这个时阵，爱通过爸爸妈妈仁慈心意。大多恁也拄啊通过这个洗礼，所以恁要诚做细囝，属灵的爸母共款，伫上帝面头前、个正人面头前来告别信仰。头一项，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信神诚做恁的保惠师也无。恁着我靠上帝所赏赐快乐。将基督真理甲信徒之人来教示恁的细囝，用基督甲好行为来培养因，互伊所行通符合上帝教会法度。恁要安尼行也无？愿主来祝福恁，甲恁的细囝，来帮助恁来持守这个约。你结余，我用水给你洗礼，使你归在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阿门。请会众起立，照耶稣基督命令，这个细囝结余才结。受接纳进入到教会，诚做未陪产会员，有份伫信约的稳定。但这个细囝爸爸妈妈甲会众亲自做证，也三甲分担责任来培养伊的信仰，直到伊会当领受坚信礼。阿门。做伙来祈祷，主上帝，我感谢你，采接这个细囝，通过爸爸妈妈。因带到伫教会来领受这个洗礼，求你的恩典丰丰富富赏赐伊，因带伊会当平安经过做囡仔的时间，拯救伊脱离青少年的幼校，直到成人的时，互伊家己通告别伊的信仰，搁会晓坚持到落尾。主愿的上帝，你的圣囝。伫那撒的时阵，捌经过世间的家庭生活，愿求你祝福这个世间的家庭，赏赐互伊的父母，以及要照顾因的人，互因拢有智慧甲温柔的心来照顾这个世间，通伫你的听内面愈来愈成长。愿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会众请坐，请先坐。伫这个时阵，阮要来邀请李秋来到头前，
到头前，请你手咧你向后转哈，向后转一个，手咧姊妹伊真早的时间伫其他的教会已经是领水咧前线到伫咱的桃园教会吼，咱也知影讲手咧姊妹不是伫即个斗相共即个伫爱餐的即个部分哦，所以通过小会来接纳。也久久伫咱中间有真好的信仰的表现，所以伊诚做咱桃园教会会友，所以咱拍波来欢迎，好无？好，即马要即个请他拄啊遮的成人洗礼，还有细囝吼，搁再一遍到头前，好无？来，搁到头前来，可能头前。咱请所有的这个长老、现任的长老，甲牧师，咱来握手来接纳。好，长老请站后面啊，长老请徛后壁。咱一个一个来介绍吼。人质甲薰衣的厝内底人有无？爸爸妈妈有无？来拍婆啊！稍等哈，稍等撤回来哈。过来是纯灵家人里面有吗？厝内底人有无？好，咱拍婆啊，欢迎。手咧，搁一遍来拍破。厝内底有人无？出来。厝内底有人无？好来，雨桐，咱教会新来的干事了哈。雨桐的爸爸妈妈、家人有无？拍破啊！欢迎。再来，玉娇厝内底人有无？家人就是隔壁的哈。景前，他们是夫妻哈，那拍婆啊，来欢迎来。德轩家人有了，女朋友来拍婆啊。好这个时阵升这个送花，咱伫领水的中间，这个礼本身，咱长老教会实在讲，古早以来是无送花啦，总是后来开始送花花表示讲新的生命同款，新的气象，所以咱来欢迎厝内底人朋友来送花，来头前。好，等一下你再。咱教会也同款，请代志长老代表来送这个花，一缕花哈。哎呦，礼物遐多。好，对啊，圣经。有领水的卡片啦吼，来稍等下哈，咱家庭翕相，看来礼拜煞再来翕相，再咱继续这个执行这个典礼，是教会会，来，长老。花表示讲，这个新的身份、新的这个望，讲总是更加重要是，到后要送因每一个人一本圣经啦。人是徛起伫上帝话的顶面才会当活，所以爱送礼物圣经。
这圣经拢是烫金的哈。一家一次。咱送这个圣经互因，一年了后，就要检查这个圣经内底有敢有写这个品质无吼？咱来靠我来回应。所以对这个人来讲是新的生日，所以我们大家不是对因的信仰的心中，咱三个来有这日常常对因来祈祷，每一遍咱跑过来来。这个时阵，咱要来吟圣诗，来准备领受这个圣餐368首，368首。请起立来唱哈。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的伊的教会陪参者来参加遵守主的圣餐。
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规伫今仔规伫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讲：我就是活命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弃杀伊。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咱三个弟弟，请共款对伫这里边仔讲，嘛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你弟弟。所听兄弟姊妹，请恁做来听主耶稣说的圣餐的话，就是照伫保罗写伫哥林多前书11章，伊安尼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来逼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来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恁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上过来祈祷，主上帝，愿谦卑。伫你的面头前，我有承认，我得罪了你。毋但是伫即个行为，也伫即个心内得罪你。我做了你是无欢喜的代志，我也无去做你按我去做的代志。伫领受圣餐进前，我谦卑。伫你面头前来反悔，求你撤销阮一切误会，互阮会堪得徛起伫即个圣道面前来领受，也求你性别摆伫你面头即个饼甲葡萄汁，互阮通过这个有信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当成做阮属灵的培养。要生长伫你恩典中间，愿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来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恁来拍破的。”恁要行安尼来纪念我，请丢落。世事咱中间，你也未领水哩，请你毋通摕到的，请听候祈祷，共同来领受。世人对上帝安尼祈祷，我着带什么来就近上帝啊？我着带什么来敬拜至高的上帝啊？敢着用烧化祭，还是满血的牛仔来就近伊啊？主上帝，你甘会欢喜千千万万的羊？还是万万条的油，我甘为着家己的罪，
献过我的大囝，我兼为着我的罪，献家己所生的囝。人啊，上主已经有指示你，什么是上好的。伊要求你的指示实行公义，生存怜悯，谦卑伫你的上帝做伙行。我真欢喜人招我讲，来啊，咱来去上帝殿。为着我的亲人朋友，我要讲，愿你平安。为着上主咱的上帝殿，我要为你求福气。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你拍破的，恁逐遍食时，就行安尼来孝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恁来拍破的。恁逐摆食的时阵，都孝念，伊是安怎来行，咱就照安尼来行，来孝念伊，来以感恩的心来领受。”食了后，主耶稣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是通过我的血所设立的。今日恁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也共款，那假使咱中间也未领水咧，这个杯暂时莫摕，摕着杯的人请听候，做伙来领受。
我要不时称颂上主，我的嘴要常常学了伊，我的心心要学了上主。愿困苦的人听见嘛会欢喜，就甲我称赞上主最大，做伙来尊崇伊的名。主耶稣讲：劳苦背重担的人，拢着来我遮，我要互恁安息。着派我的担对我来学，因为我的心温柔谦卑。恁的心神就会得到安息，因为我的担合用，我的担真轻。伫主的面前谦卑，伊就会互恁高升，着称君上主，上主就会称君恁。罪人啊，恁着洗你的手，恁得得到清气的心来称君阮的上帝。主耶稣讲，这个会是新约，是通过我的会所设立的。恁逐摆啉的时，就惊安尼来孝念我。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日恁的时，就安尼来纪念我，来用感恩的心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平安，甲恁三个弟弟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愿感谢你，每一遍阮到伫里面头前领受这个圣餐，阮搁一摆看出你实在是阮的上帝，也看出这个圣餐将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互阮明白。你欢喜，你疼惜阮，也亲知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甲你三个结连做伙。主，阮的上帝，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遍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来接纳，也通过每一遍圣餐，互阮来体会你是真活的上帝。你逐日听阮的祈祷，你逐时逐刻伫暗中观察阮对你的信仰的回应。所以恳求主，当阮活伫这个属灵旷野的时阵，叫你互阮够强的气力，赢过所有的试探，赢过所有的失败，就算讲阮跋倒，嘛无累止。主，你永远三甲甲阮徛起，愿搁一遍献上感谢。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
阿门。这是咱的奉献，咱来请感成甲刘明洲两位执事来施献。这是咱三个来读今仔的经句，伫咱的顺序单后壁，正有台语的。上帝是阮逃险的所在甲快乐，也是患难中即时的帮站。诗篇46篇第1节，请。也是患难中即时的帮站。诗篇46篇第1节。上帝是阮逃险的所在甲快乐，也是患难中即时的帮站。46篇第1节，请咱看咱的周报第1页，本周复赛甲后周的复赛，咱拢看伫遮。咱搁加一个本周讲道的人员甲下周讲道的人员，请大家来看。周间团契聚会时间，请阮踊跃来参与。抑搁有咱的进心课程，甲咱受洗课程，搁要开始啊！所以呢，请大家伫遮，若是有感动，上帝是呼召你，讲来上课来参与报名，请去到办公室来报名。
主日学遮嘛有聚会时间表，请大家来看。第3页是咱小组的聚会，家庭伫遮各区拢有摆聚会甲探访。第4页甲第5页拢是咱小组为着咱各区所需要的，遮兄弟姊妹所需要来代祷，嘛请为遮来代祷。第6页是咱的奉献，遮肯定若是有错误，请咱咱的长者来反映。第7页消息报告。本主日的奉献要诚侪客家宣教委员会事工来使用，请咱兄弟来为这事工来代祷，咱的奉献。5月份德州的遮个长职有林漳州长老、甲执事陈素媛、甲刘明洲执事。今仔第2场举行圣礼典，佮洗礼，恭喜遮受洗遮个兄弟姊妹。第4项庆生会，5月份生日咧。我念着名，请你出来，咱来甲伊祝福。老在清、钟清新、梁玉水、陈正达、曾月凤、简秀柱、于继平、林思淑静、陈雪莲、庄建良、简晨、彭顺峰、蔡金雀、黎正义、林显信、叶淑梅、李春旺、陈丽娟、王浩忠、洪学文、黄慧兰、林淑蜜、涂秀莲、庄淑丽、黄义宏、张永玉、林怡轩、陈嘉玲、林吉春、刘泰山、吴志辉、陈忠信、曾台川、贾中瑞、王诗燕、曾怡华、陈柏妍、陈大军、陈敏宁、陈佩君、陈怡佳、陈志宇、黄永恩、罗俊熙、罗君祥、洪浩林、卢扩辉、施怀明、李建勋，请遮首先来到头前来接受咱的祝福。今日下晡2点，咱踮伫7:2
701的会是要召开咱的定期会中级会伫遮咱请咱的中级来出席后壁要煞咱的小会的会议所以遮请大家无出席的知影的来请假。欧洲母亲节伫遮呢，咱邀请咱的好朋友4月20日，咱出外去野外礼拜遮的朋友，甲伫咱参加小组插花遮的朋友，同齐来庆祝母亲节。咱爱做一个福音的出口，所以咱会邀请因。第二场还阁一项，就是要圣经会考先行测验有奖征答，这嘛请大家来看咱的直播。组地长都直接拢有传诚侪题目，甲伊这内底讲甲雅各书内底所有的遮的信息伫遮请咱大家咱较认真，上帝话爱听爱行。好，搁来第三项就是礼拜结束了后，咱的教育部要踮伫701会议室要来召开。请咱的部员来参与。第4项就是行政部的会议，拄则讲伊要改时间伫5月15，毋是5月初8来开会所以遮嘛请咱行政部的遮人员咧较注意遮的时间是5月15。小会公告，咱小会议长陈克安牧师要伫5月初9甲18日前往中国大陆温州神学院去教课，请伫遮咱替咱的陈牧师来祈祷，祝福伊。搁来第2项，咱有聘某遮的代志咱拢注意着，咱请大家搁来关心。中级会的公告，咱后半年遮的行事历甲小组拢要开始准备咱遮请咱的同工来紧来准备好5月15来交予干事。教会消息伫遮有一个，就是教育部有想要主办一个查经班，邀请胡宏志牧师来遮来甲咱斗相共请咱大家来看咧公布栏，遮有公告伫咱的直播间内后壁遮嘛有写着查经班新约圣经导论。搁来就是咱下晡，今仔下晡1点伫701，咱的妇女团体要大声新年歌，到1点45分要踮伫705的教室来制作母亲节的赏花请遮大家欢迎的弟兄参与无条着你的手比阮的手搁较巧。好来，搁来就是5月初7下晡，咱6点拜六下晡4点到6点，要踮伫咱教会副堂，要来举行欢迎花艺的茶会、福音茶会。这都是这段时间咱教会有主办花艺班。多谢李明霞老师安尼不惜他的才艺来教遮的所有社区的遮的朋友。好，搁来就是5月初8遮合作社嘛是中昼12点半，嘛是爱踮伫300，就是合作社的社所遐来开会请李干事来参与。搁来后礼拜还佫有真侪代志，就是要领奖学金请遮的大专，若是你看名单，恁囝也是恁孙有伫咧内底，都甲伊讲后礼拜爱记爱来领奖学金。教界消息，教界遮的消息就是5月初7，咱要踮伫展演中心遮有一个2016为你唱诗歌母亲节的音乐会是由宇宙光合唱团来演出咱教会有300张的座位即马拢分了
所以会记得带去哦，带你的朋友去，去来听这个宇宙光合唱团做咱的福音的陪伴。过来咱的志工辅导培训，伫中立的长老教会，也是6月初4，咱教会决定即届要参与，所以是这拜六早时9点到12点。抑阁有是北大女宣的灵修会，嘛是6月21，请遮有介意参与伫福禄寿光内底来到咱贵儿会长来报名。抑阁有咱有一个伫遮咱大家拢真很好奇，就是暑期儿童营会当去参加拜访总统府及儿童乐园1日游，8月初6，报名费是300块。这消息你会使甲咱遮主任学遮的老师，也是甲办公室来联络，咱来参与去甲总统府，OK， 好。其他的咱的青年甲咱的遮的总会遮的活动，咱请家己来看咱的周报，以上咱的报告，请咱团队来补充。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一2项来做补充。大先要恭喜今仔日咱来受洗更新礼，也是讲信仰个别加入到咱桃园教会这个大家庭的遮的兄弟姊妹。相时后主日是这个主日2主日，嘛是要来庆祝这个母亲节。毋望咱今仔日受洗加入这个大家庭的遮的兄弟姊妹，趁这个机会，邀请咱厝内底人做伙，做伙通过这个礼拜，互因入捌这个信仰，一只来带因做邀请。第二就是讲，真欢喜，真感谢咱教会举办这个圣礼典，咱都一个邀请到陈克牧师来一只，为着咱来主持，以及一只来正道，咱都一个用呼喊声来表示咱的感谢。一下晡，因为要来主持中职会甲小会，所以咱继续为着陈牧师身体体力继续来带导。以上一只补充报告。这是来上映第390首《鹅肉天父愿予本源》。请用全首，咱起立。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堂，甲圣神的充满感动，甲恁众大家三个弟弟，对即时教的永世大无煞。阿门。
地囝袂倒。等下请谭传座咱主持咱的平安礼。咱做伙起立来彼此握手，讲平安。